金光明經正論品第11。爾時佛告地神堅盧：過去有王名力尊相，其王有子名曰信相，不久當受灌頂之位，統領國土。爾時父王告其大子信相：世有正論，善治國土。我於昔時曾為大子，不久亦當紹父王位。爾時父王持是正論，亦為我說：我以是論於20000歲善治國土，未曾一念以非法行。於自眷屬情無礙着，何等名為治世正論？地神爾時力尊上皇為信相大子，說是偈言：我今當說諸王正論，為利眾生，斷諸疑惑。一切人王，諸天天王，應當歡喜，合掌諦聽。諸王和合，集金剛山，護世四鎮，喜問梵王。大師法說，天中自在，能除疑惑，當為我斷。云何是人？得名為天。云何人王？復名天子。生在人中，處王宮殿，正法治世，而名為天。護世四王，聞是事已，時梵尊師，即說偈言：汝今須已，此宜聞我。我要當為一切眾生，呼揚宣卓第一聖論，因習業故，生於人中。王領國土，故稱人王。處在胎中，諸天守護，或先守護，然後入胎，雖在人中，生為人王。以天護故，復稱天子。33天，各以己德分與是人，故稱天子。神力所加，故得自在。遠離惡法，遮令不起，安住善法，修令增廣，能令眾生多生天上，冠名人王，亦名執樂。羅剎悽潰，能遮諸惡，亦名父母，教誨修善，是現果報，諸天所護，善惡諸業，現在未來，現受果報，諸天所護。若有惡事，眾而不問，不治其罪，不以正教，捨遠善法，增長惡趣。故使國中多諸奸鬥，33天，各生嗔恨。尤其國王，眾惡不治，壞國正法，奸詐熾盛。他方怨敵，競來侵略，自家所有，錢財珍寶，諸惡盜賊，共來劫奪。如法治世，
不行是事。若行是者，其國寢滅。譬如狂象，踏蓮花池，暴風卒起，屢降惡雨，惡聲掃出，日月無光。五穀果實，咸不知謬。由王舍政，使國饑饉。天於宮殿，釋懷愁惱。由王暴虛，不修善事。是諸天王，各相謂言。是王行惡，與惡為伴，以造惡故，速得天寢。以天寢故，不久國敗。非法兵將，奸詐鬥眾，疾疫惡病，襲其國土。諸天即變，捨離是王，令其國敗，生大愁惱。兄弟姊妹，眷屬妻子，孤聘流離，身亦滅亡。流星數墮，二日並現。他方惡賊，侵掠其土。人民饑餓，多諸疾疫。所眾大臣，捨離君王。象馬車乘，一念喪滅。諸家財產，國土所有，互相劫奪，刀兵而死。五星諸宿，遺失常道。諸惡疾疫，流遍其國。諸受寵祿，所任大臣，及諸群僚，專行非法。如是行惡，遍受恩遇。修善法者，日日須眠。於行惡者，而生恭敬。見修善者，心不顧祿。故使世間，三義並起。星宿失道，降暴風雨，破壞甘露。無上正法，眾生等類，及以地肥。恭敬弊惡，毀諸善人。故天降拋，飢餓疫病。穀米果實，滋味須減。多病眾生，充滿其國。甘美勝果，日日損減。苦澀惡味，隨時增長。本所遊戲，可愛之處。悉皆枯水，無可樂者。眾生所食，精妙尚味，漸漸損減。食無肥膚，顏貌醜陋，氣力衰微。凡所食啖，不知厭足。力精勇猛，悉滅無有。懶惰懈怠，充滿其國。多有病苦，迫切其身。惡聲變動，羅剎亂行。若有人王，行於非法，增長惡伴，損人天道。於三有中，多受苦惱。彼如是等無量惡事，
皆由人王愛着眷屬，縱之造惡，捨而不自。若為諸天所護生者，如是人王終不為是。有行善者得生天中，行不善者墮在三途33天，皆生椒鹽。由王縱惡，捨而不自，違逆諸天及父母戚，不能正治，則非孝子。起諸奸惡，壞國土者，不應縱捨，當正治罪。是故諸天護持是王，以滅惡法，修習善故，現世正治，得增王位。應各為說，善不善業，能是因果，故得為王。諸天護持，輪王佐助，為自為他，修正治國。有壞國者，應當正教，為命及國，修行正法，不應行惡，惡不應縱。所有如是，不能壞國。惡因多奸，然後傾敗。若起多奸，壞於國土。譬如大象壞蓮花池，怨恨諸天，故天生惱。起諸惡事，彌滿其國。是故應隨正法治世，以善化國，不順非法，寧捨生命，不愛眷屬。於親非親，心常平等；是親非親，和合為一。正行名稱，流布三界，正法治國，人多行善。常以善心，仰瞻國王，能令天眾具足充滿。是故正治，名為人王。一切諸天愛護人王。猶如父母擁護其子，故令日月五星諸宿隨其分齊，不失常道。風雨隨時，無諸災禍。令國豐實，安樂熾盛，增益人民。諸天之眾，以是因緣，諸人王等，寧捨生命，不應為惡。不應捨離正法珍寶，由正法寶，世人受樂。常當親近，修正法者，聚集功德，莊嚴其身。於自眷屬，常知止足，當遠惡人，修治正法，安止眾生於諸善法，教敕防護，令離不善。是故國土安穩豐樂，是王亦得威德具足，隨諸人民
所行惡法，應當調伏，如法教授。是王當得，好名善喻，善能攝護，安樂眾生。